永是59年，永今年个64岁，永叫杨丽萍，屋里向嘛是啦赵营新村。今朝嘛，这个蛮热，今朝这个非常热，天没亮的，快点起床，吃到伐？吃够的。今朝天气不错，出太阳的。明朝又热，天气不好，听讲有的要刮风、打雷，还要落雨，甚至落雪。早上嘛吃鸡，中午嘛吃鸭，晚上嘛吃牛。阿爸、妈、爹爹、娘母、阿公、阿婆、姐姐、兄弟、娘舅、阿姨、娘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喝了长兴人，今年个呢78岁好了，名字呢叫王斌。屋里向呢我也想梳妆对策。今朝蛮热，今朝正光有点热，天快要亮了，快起床了吧？吃了吧？吃过后了。今朝天气不错，出太阳了呢。明朝一年呢，天也不好。听讲发风来，打阵雷来，还要落雨，甚至还要下雪来。早头吃鸡，中午吃鸭，夜头吃鹅。爸爸妈妈、爹爹娘母、外公外婆、姐姐弟弟、娘弟、姨妈、姑妈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今朝蛮热，今朝还会热，天要亮的，快点拉起来。吃好的吧？吃好的。今朝天气蛮好，出热度的。明朝后日天气不大好，听了我呢要发风、打雷、落雨，还要落雪。早上嘛吃鸡肉，晚个吃鸭肉，夜个吃鹅肉。阿爸、妈、阿爷、娘母、阿公、阿婆、阿姐、阿弟、娘舅、妈妈、阿大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浙江省安吉县地浦镇地浦人，今年72岁。我叫夏明义，我家里住在吴一路邦都家园。今朝天蛮热，今朝个天没老热，天亮的，快起床的，吃的吃过的。今朝天气不错，出太阳的。明朝2日天气不好，听讲有北风落雨、打雷，甚至落雪。早上吃鸡，中午吃鸭，夜到吃鹅。爸爸妈、爷爷、娘娘、外公外婆、姐姐、弟弟、舅舅、娘姨、阿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